先生您好，你好，请教您，当我听别人说忏悔，痛哭流涕的时候是不够的，我们忏悔真正的忏悔要做到七孔流血。我也有听人说，忏悔需要忏悔到法喜、喜悦、感恩。那么我想请教您，怎么样的忏悔才是合适的、适当的忏悔？因为你第一个是忏悔是什么第一，七孔流血，还有另外一个，痛哭流涕是不够的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一个流血，一个流眼泪。流血是完全眼里就后来没有泪，就没有水就变成血一样的时候，是这个更强的意思吗？应该是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忏悔呀，无论是任何宗教里面，经常会讲到忏悔，但是在佛教当中呢，忏悔是你一个人他过去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犯了什么错误，一个改变的一个方式。忏悔是一个自己内心的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的一个改变的方式。另一个方面来说，忏悔是过去内地的罪业消除的一个方式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你就是痛哭流涕呀，什么这个长度没有100%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也许你当下感觉到你自己做错了，你可能会痛苦万分的觉得后悔，非常后悔，所以也就是害怕有地狱啊，一些因果报应啊，下一世怎么样啊，你会非常恐惧害怕，所以就是你哭。但是这个能不能消除业障，能不能真正的起到忏悔的作用，不一定。但是你发自内心的这种忏悔呢，其实当然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。所以呢，知道吗？一个佛教里面有一个用词叫做对治力，对治力就是一种治疗的一个过程，或者一个治疗的一个力量。比如说，假设你身体有了什么疾病，我们看医生，然后治疗。那佛教的概念就是对治是什么呢？你过去所做的业力要消除，你要重新做出一个非常清净的一个人，要记住4个对治，这个特别重要。4个对治当中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你向佛菩萨忏悔，明白吗？当然是这个是从佛教的观点讲，向佛菩萨忏悔。所以比如说你在一般的来讲，35佛忏悔经，很殊胜的一个忏悔的一个佛经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忏悔的对象是35佛，或者金刚经里面有金刚萨埵的忏悔方式，那个时候我们忏悔的对象是金刚萨埵，这是一个对象的对治力，第一个对治力。第二个呢，你真正的要重新回忆起过去种种的罪业，而且你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不好的事情，你要有发自内心的忏悔，你要非常诚恳的就是要忏悔，这个重要，不是说是那种一时之间的那种感觉激动，不是最重要，重点是从发自内心的知道我错了，重点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比如说一个人在西藏的一个大师的一个著作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假设一个人不小心吃到毒药或者有毒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他发现自己说了这个吃到肚子里面去了，那他会开始会非常后悔啊，那个100%的他自己知道肚子里面进去了毒药，哎呀，我刚刚为什么吃这个东西啊？明白吗？就是那种忏悔，但是不是一定要哭来形容啊，是一种内心的忍智，而且这个内心的忍智要知道的，真的
你要有这个认知的话，你要对因果要有信心的，因果业力。你不相信前世今生，不相信因果业力的话呢，你口头上可以说忏悔忏悔，内心你没办法真正的忏悔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二个对治目。第三个对治是什么呢？就是实际行动。你说金刚萨埵救助我没有用，不是只有这个，而且你要自己真的去念嗡巴德萨埵吽，嗡巴德萨埵吽，或者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行咒，念100遍、1000遍、10000遍、100000遍，明白吗？这是一个实际行动。另一个实际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你实际行动去改变自己。你过去杀生了，你就是忏悔了，你就现在开始尽量不杀生。你过去吃肉、吃螃蟹、吃也很忏悔 ，OK， 现在开始你尽量减少肉食。过去你会帮别人讲别人的坏话，你觉得惭愧，那就现在开始就是要用正面看待别人，不讲别人的坏话，这就是行动，这是真正的。然后第四个对治是什么呢？决心。决心是什么呢？我就是要改变自己，我就是要忏悔。我现在开始，我尽量要少做不好的事情，而且我多做正能量、好的修行的事情，明白吗？记住这4个条件的时候呢，无论是用显法、密法，都非常容易消除业障。所以有一个说法说，罪业呢没有什么好处，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消除，可以忏悔。这是一个罪业的一个怎么说？一个好处，也就是这样的。忏悔到喜悦，忏悔到感恩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？这个用词呢，也并不是说忏悔到喜悦，知道吗？因为忏悔和喜悦的这个心态上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，所以这个讲法，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人分享的时候，忏悔到喜悦，你也说对对对，但是用比较严格的佛教的用法来讲的话呢，不是说忏悔到喜悦，因为忏悔是你这个它的对境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这个忏悔的所缘是你自己所错的事情，觉得我应该要除掉。所以就像你打扫家里一样，干净一样。喜悦其实也可以这样连带这个冥想的话呢，硬要你在一起讲的话呢，你忏悔干干净净了，你就内心产生法喜。我现在就跟自己过去不一样了，我真正做到了，我现在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，就是可以让自己有修行上有信心的那种。起了这个自信，那就是会产生法喜啊。改过自新。对，改过自新，就是这样。是这样。谢谢。OK， 回答到你的问题吗？回答到，谢谢，感恩。Namo